2006年，智行基金會香港義工潘仁峰和潘陳衛兵夫婦發起開心夢旅行公益活動，旨在為智行基金會服務嘅學生募集教育經費，幫助他們追逐夢想，改善生活境遇。喺過去嘅19年，潘先生和潘夫人與智行義工團隊不辭辛勞，四處奔波，聯絡各方愛心力量，累計籌得善款近5000萬港幣，為無數學生嘅求學之路注入了溫暖和力量。如今，我們敬愛的潘夫人與潘先生分別於2022年、2024年先後離世。對於他們的突然離去，智行深感痛心與不捨，也不會忘記潘先生和潘夫人為智行、為孩子們所付出的一切。他們播下的愛心種子早已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他們的大愛之心將永遠被銘記，激勵着更多人投身公益，讓世間的愛與溫暖生生不息。作為開心夢旅行活動嘅主辦方，智行基金會於1998年喺中國香港註冊成立，2017年12月喺內地設立代表機構。27年嚟，智行基金會累計支出超7億元人民幣，從最初幫扶一個村，到現在服務地域遍及內地28個省市。從最初資助服務127名愛滋遺夫，到現在累計資助服務超4萬名困境學子，持續推動受助群體從受助者到助人者嘅良性轉變。2025年，開心夢旅行嘅公益之旅將抵達杭州，期待你嘅支持同參與，讓我哋一起去完成這場愛的旅程。